等来看咱国内，这旧历过年就得要到啊！屏东潮州的春节市啊，是对29暝到初5120点钟拢无关门，规工拢有营业。这番啊，成立要好摆摊的地点嘛真重要。上界好位的迄区，这个是以34万标出去，是有史以来上界高的。192222。听到工作人员叫号，得标打还真欢喜。全国各地打还最开标进行上正快第一区34万标出，创历史新高。得标金额34万。屏东潮州春节市集，去年超过30万人次。2016年旧历春节会为过年暝开始营业到正月初5透早，连续110点钟，也因为24小时营业。往年打还伫附近大埔旁，趁透早来报名。4点吧。他几点起来？6点多吧。今年潮州春节市集会规划410个，包含特区47个，一般区363个。直到特区开标，一般区伫20到23天开放登记了，投考决定。全国各地的我们的摊商朋友，甚至有来自金门啊，有来自台北，还有来自台南的一个摊商朋友哈，都集中到我们潮州这边来投标。公所表示，今年特区竞标5项创新悬，人数、投标数加押标金拢比去年较悬，显示全国打还对潮州春节市集有信心。为照顾当地人，一般区也保留117个，予潮州节的打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